姐，我是想讲最近吼，无找你来练习一个耍一下游戏咧。耍游戏要耍什么游戏？因为吼，最近人拢讲爱耍游戏，咱的游戏吼，你愈熬耍，才有法度吼，得到搁较大迄个奖金啥物的。无咱来试看卖。嘿啊，你毋是讲什么游戏咩？人讲就是看吼，两个人片仔愈来愈活，啊，袂使先笑就输啊。哦，袂当先笑就输好啊。对，要吼。好来，开始。请问民间直接听到的大道公，伊是倒一位神明咧？大道公哦。大道公哦，对吧？我捌听过。你感觉答案是啥物？是保生大帝对吧？我捌听过，我嘛敢若搁这其他台语拢无共款的讲法。哦，赞啦！是啊安尼等下你已经出来，我来讲一下笑话者吼。好来。有一个网络有一个笑话，有一个查某囡仔打电话给洪大帝，讲大帝啊，天公伯啊，谁哪一直落雨啊？啊，阮高雄的月雨是包月啊呀，敢会使小刷叮当者？雨落袂停啦。嘿，洪大帝，所以讲咱是啊，保生大帝。好，咱来看者保生大帝对唔对？好，今日分数我交落去。佮加4000块，来到2万咯。好，咱来请老师解释一个。好，就是讲，这个大道公吼，咱保生大帝，伊有一个名叫做吴真人，伊就是咧顾咱这个保生嘛，就是保咱的性命，所以伊是嘛是叫做药神。啊，过来是安怎讲？摊拄仔讲的吼，大道公封妈祖保护，因为大道公跟妈祖保，因拢是伫个咱的湖水沟遮、万南沿海遮咧顾咱遮渔民。哦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